嚟到第二集啦，嗱，上一集咧，我哋咧就同 Crystal 傾偈啦，了解咗更多咧培育鑽石同天然鑽石咧，其實個化學成分啊、結構啊都完全一樣，肉眼係睇唔出嘅。要分咧就要睇翻佢哋嘅證書。而今集咧，我哋就想同 Crystal 咧了解下，究竟點解培育鑽石會咁受歡迎啦？仲應該話係越嚟越受歡迎啊！究竟基於咩原因咧？其實咧都有幾個因素啦，咁其中第一個因素咧就係價錢啦，呢一個係最吸引嘅一個點啦。由於佢製作方面咧嗰個成本咧大大減少啦，亦都唔需要話去開採啊、挖掘啊，減少一啲人事成本，客人咧就可以用低啲嘅價錢咧去買到呢啲鑽石嘅產品啦。因為咧個價錢真係平好多啦，可能會係天然鑽石嘅1/10價錢啊。咁所以好多客人咧都以往買開天然鑽石咧，由於個價錢咁吸引啊，佢哋都會由天然鑽石改為買培育鑽石咯。變得好親民嗱，亦都咧因為咧咁親民啦，所以有第二個吸引之處。係啊，第二個吸引之處咧就係佢哋可以做好多嘅款式啊，因為由於價錢咧比較親民，以往呢一啲可能比較華麗少少啊、啲誇張啲嘅款式咧，佢哋需要比較高嘅價錢先可以做到。咁可能有啲佢哋已經想要好耐喎，咁而家知道會有培育鑽石嘅話咧，咁佢哋咪可以以好低嘅價錢去做咗好多唔同嘅款式啦。咁所以話係會一個same budget 咧，同一個 budget 入邊咧，佢哋可以買到嘅嘢咧係會有更加多。咁所以佢哋好多客人都好樂意咧去買培育鑽石嘅產品咯。唔怪之得咁受歡迎啦。仲有一個原因咧，都係吸引到唔少年輕嘅消費者嘅。係因為而家咧所謂 Gen Z 咧，咁佢哋接受程度都好高。咁對於一啲科技先進啊、科技進步而衍生咗出嚟嘅物品咧，佢哋個接受度好高㗎。咁培育鑽石都係其中一種啦。只要咧佢夠閃夠靚啦，個款式夠吸引啦，我都會好樂意買。咁所以好多一啲新一代嘅人啦，尤其是佢哋買一啲譬如求婚戒指啊，自己買俾自己做禮物，買俾女朋友做禮物，佢哋唔會話講求我一定要天然鑽石嘅，培育鑽石咧反而更多嘅可能性咯。係啊，而且咧聽阿 Crystal 咧都有提及到咧鑽石咧原本天然嘅話咧，開採嘅成本高之餘咧，亦都對環保咧就有啲付出啦，啲代價啦。咁但係天然石相對咧喺個實驗室裏邊去培育出嚟咧，有限嘅電力咧就已經喺短時間之內呈現咗出嚟啦。係啊，環保嘅議題大家都即係近年都會好熱衷去討論啦。咁咧呢一啲新世代嘅客人咧，亦都好 buy 一樣嘢嘅，即係佢會覺得呢一個係好環保嘅一個選擇咯。所以好多無論係年紀大到年紀輕嘅人咧，都會樂意去買咯。今集我哋一齊再深入啲了解下，大家可能都有聽過鑽石有分4個 C。咁培育鑽石係咪都一樣分4個 C 呢？如果想買培育鑽石，又應該點樣去揀呢？培育鑽石同埋天然鑽石咧係採用相同嘅品質評級系統嘅，亦即係你所講嘅4個 C 為標準啦。第一咧就係 carat 啦，就係所謂我哋講嘅幾大啦，1卡2卡咁嘅呢啲單位啦。第二咧就係顏色啦，咁顏色咧我哋係由 D 開始到 Z 都有嘅，咁 DEF color 咧都稱之為係全白色啦，咁越白咧就當然係越貴啦，個價值越高啦，佢折射嘅光線咧亦都係越靚嘅，咁所以好多客人都會追求咧DEF 呢啲比較白嘅鑽石啦。咁第3個 C 咧就係 carats 啦，亦即係正度咁嘅意思啦。咁我哋最高嘅級別咧係會有 FL 或者 IF 呢啲係完美無瑕嘅級別啦。咁呢兩個級別咧，無論係天然啦定係培育咧，咁都係比較少見嘅。咁所以價錢相對咧都會係比較貴啲啦。而下一級咧就會係 VVS 同埋 VS 啦。咁呢兩個級別咧，肉眼咧都係睇唔到雜質嘅，我哋需要用到10倍放大鏡先至睇到。所以呢兩個級別咧，性價比亦都比較高啲。我哋嘅客人咧亦都係最常揀呢兩種級別嘅鑽石啦。咁再嚟咧就會係 SI 啦。咁呢啲咧就係肉眼都睇得見嘅瑕疵啦。咁呢一啲鑽石咧價錢亦都會比較平一啲嘅。而第4個 C 咧就係 cut， 亦即係切工啦。咁呢一個咧係後續打磨嘅部分啦，佢會牽涉到鑽石面嘅比例啦、對稱性同埋拋光。切工咧係唯一一個鑽石嘅人為因素嚟嘅，
咁佢亦都係火彩啊同埋閃度嘅關鍵啦。咁所謂嘅3個 excellent， 一般咧 GIA 證書咧就最高級別咧就會係3個 excellent 啦，包括係比例啦、對稱性同埋拋光呢個部分啦。而 IGI 喺切割嘅比例上咧會有更高一級嘅，就係 ideal cut 嘅。咁呢4個 C 咧就係決定咗鑽石嘅價值啦。咁但係我哋購買嘅時候咧，有幾項咧，亦都係需要留意翻嘅。咁第一咧就係證書啦，我之前提過都有 IGI 證書同埋 GIA 證書，咁兩者咧都係一個國際認可嘅機構嚟嘅。咁你買嘅時候咧，就確認翻證書號碼同埋鑽石 laser 嘅腰碼咧係咪一致啦。另外一點咧，我要強烈建議嘅大家咧，去門市嗰度親身睇實物啦，因為每一粒鑽石咧嘅通透度啦同埋火彩咧係要用肉眼先睇到㗎。呢兩樣嘢咧，我哋冇辦法透過證書去做一個顯示咯。咁所以最好咧都係親自去望一望粒石先至去決定購買。最後啦，我建議咧都係要選擇翻市場上信譽良好啦、資訊透明嘅品牌。購買嗰陣時咧，你要問清楚佢嘅售後服務啊，包括有冇免費嘅清潔保養啦、改戒指 size 啊，或者瑕疵品退換等等呢一啲問題咯。因為咧，培育鑽石都作為一個新興嘅產品啦，市場上咧嘅品質有機會咧參差不齊嘅，最好咧都係親身體驗諮詢啦，避免幫襯一啲網上來歷不明嘅買家。咁希望呢啲資訊都可以幫到你哋啦。嗱，今集咧我哋同 Crystal 傾完偈咧，就知道點解培育鑽石會咁受歡迎啊！嚟緊下一集，我哋繼續深入探討點解培育石可以做到性價比咁高，仲有咧究竟保唔保值咧？想知道嘅朋友記得密切留意。如果你哋咧有任何關於培育石相關嘅問題咧，都歡迎你哋留言話俾我哋知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